你个臭保洁，你发工资了你不知道啊？让我楼上楼下的好找啊你啊！你还接的那么快呀？我说了给你的吗啊？不是你干什么呢啊？你大白天就在那儿打人？不是你家住在海边，你管那么宽？不是我管那么宽啊！你打人就是不对，你赶紧跟他道歉。你叫我道歉道歉！我告诉你，我这里是有发言权的。你什么发言权呀？哼，我什么发言权？我告诉你，竖起你的耳朵，好好听清楚了。来，你说我听听来。李梅是我表姐二把手，这里的厂长。你这原来是走后门进来了，原来是这么嚣张跋扈了啊！你会不会说话呀？我怎么走后门啊？我是堂堂正正的从前门走进来的。你这样来，给你表姐打电话，让她赶紧过来。你叫我打一打，你谁呀你？你不打是吧？我不打，怎么了？我希望你现在有多嚣张，你待会儿能继续保持这种态度。你不打我来打啊！哼，搞得好像人怕你。谁呀？这表姐，赶紧把他吵，赶紧把他开除了。你直接来了是吧？他都不用我打电话了啊！不是老板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早点说，我派车去接你呀。我要提前跟你通知一下，我今天能看到这么优秀的一幕吗？来，废话不多说，我问你啊，这是不是你表妹？她是我表妹。来，告诉你啊，看她上了几天班啊，去财务那儿把工资结了啊，赶紧让她给我滚蛋啊！不是老板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儿？你自己问你表妹。表妹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惹我们老板这么生气？表姐，哎呀，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这个臭保洁的，我把他工资给送过来，然后呼了他一巴掌。哦，老板，原来是为这个事儿啊！你看这至于吗？是不是？还生这么发气？这个臭保洁打一巴掌就打一巴掌呗，这个就是小事一桩嘛。不是，这还小事，你们还一口一个臭保洁啊！我真不知道啊！你们俩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！你表妹刚来啊，我念她年轻无知啊，我不跟她一般计较啊。那你跟了我7、8年，我也带你出去啊，看过世界啊，开阔你的眼界了啊。就你的认知思维格局，我原本以为啊，你会公平的去看待这个事儿，殊不知你跟你表妹一样啊，都是这个德行。不是老板，至于吗？啊，为了这么一个臭保洁的，在这里数落我的表妹数了半天，你还在那现在还在数落我，数落你怎么了？好歹是一个厂长，还在这里，我要不要一点颜面呢？你厂长怎么了啊？你还在那儿一口一个臭保洁啊？那如果没有他们保洁大姐啊，何来咱们公司工厂这个干净卫生的工作环境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职业是不分高低贵贱的，只有人品才分3、6、9等。现在正式通知你们啊，你俩啊，现在正式被开除了啊，赶紧结工资，跟我滚蛋啊！不是老板，你可得掂量好不好？他就是一个臭保洁啊，一个最底层的员工，你为了他还要开除我的表妹一个高材生，还要开除我这个一厂之长，你觉得你这种做法有没有人支持你啊？我不服，我也不服。你们还不服是吧？你们还真把我给气晕了啊！服不服也不是你们说了算啊，有没有人支持也不是你们说了算啊！来，我告诉你们。